日本宇都宮市最近變成咗紅人之家，由今個月6號開始，當地政府收到成40幾宗熊出沒報告，由火車站附近到大學校園都有佢哋嘅足跡。當地教育委員會果斷宣布，全市94間中小學由8號開始停課3日，直至9號下晝。專業人員終於喺市中心一間民宅外面用麻醉槍生擒咗一隻重100公斤嘅成年雄性亞洲黑熊，並且進行咗安樂死。基於已經超過24個鐘冇再收到熊出沒報告，當地將於11號復課。近呢幾年熊出沒喺民居附近嘅問題越嚟越嚴重，背後其實反映住日本一個極度嚴峻嘅問題，就係獵人絕種。因為全日本嘅獵人平均年齡已經去到70-80歲，老一輩退落嚟，加上買裝備同考牌費超貴，而且要揸夠10年獵槍先可以申請步槍，後生仔嫌辛苦唔肯入行，個個都去晒大城市揾食，導致農村人口大量流失，結果就造成呢場人獸衝突。日本獵人後繼無人，睇怕以後呢類黑熊假期，當地學生仲有得放啊！Techline 繼續同你 tag 盡香港至 hot 話題，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更需要你嘅消息。有料即爆 ，WhatsApp 報料熱線9106-0617。